古人常以與天地同壽嚟到形容永恆嘅生命同埋至高無上嘅祝福，但喺現實嘅當中，我哋都知道人嘅壽命有限，無論幾有權勢、財富、名聲，都冇辦法逃避死亡嘅結局。咁真正嘅永恆喺邊度呢？聖經話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佢嘅獨生子賜俾佢哋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呢度所提到嘅永生，並唔係指肉身生命長度嘅延續，而係指同永恆嘅神同在、永不分離嘅一種豐盛生命。耶穌基督就係嗰位永生嘅主，佢為我哋嘅罪死喺十字架上面，第三日從死裏邊復活，戰勝死亡，使凡相信佢嘅人都可以得着真正與天地同壽嘅生命。今日你願意接受耶穌為救主，以得着呢一份永恆嘅禮物嗎？